各位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。在台湾，我常看到许多超过60岁的朋友，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个感，绝不是清爽，而是觉得全身关节卡卡的，就像自己天天气冷，脚踏车的链条生锈，缺油一样，动都动，但不得。尤其是要出门去搭捷运的时候，看到那一长串的楼梯，膝盖就开始隐隐作痛，心里想着，要是能有电梯该有多好。好不容易坐下来，等要站起来的时候，还得撑着扶手，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腰挺直。如果你现在的日常就是这样，甚至已经开始依赖止痛药，那我必须很严肃的告诉你，如果你没错把这支影片听完，你很可能会继续每天吃止痛药，却不知道真正让关节慢慢坏掉的是什么。止痛药只是麻痹你的神经，它没有办法修复你的关节。在台湾，我们随处都能买到果钳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有5种看似平凡的果钳，只要吃对了，它们能帮你消炎、润滑关节。但如果吃错了，反而会让发炎更严重。特别是第4种，它的作用原理竟然跟某些止痛药非常相似。想知道怎么吃才能让关节回春吗？请一定要跟着我看到最后，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以便接收我们提供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收看这段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输入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0。既然要解决问题，我们就要先搞清楚为什么关节会痛。我常跟病人开玩笑说，我们身体里的血液循环就像是台北街头的机车流，而血管就是马路。当你年轻的时候，马路平整，机车跑得顺，但随着年纪增长，如果我们不注意饮食，身体就会开始出现慢性发炎。这就像是马路上到处都是坑洞，还加上严重的塞车，专业术语，这叫做发炎反应。为什么我们台湾的朋友特别容易遇到这种情况？第一是气候，台湾长期潮湿，湿气入骨，不是迷信，而是环境确实会影响关节组织。第二是生活形态，很多朋友退休后活动量大幅下降，肌肉萎缩了，关节的负担就偏重了。第3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饮食。我们台湾的小吃太好吃了，但往往含有过多的精致淀粉和糖，这些都是发炎的燃料。很多人膝盖痛就去买止痛药吃，但你要知道，止痛药就像是在破烂的马路上面盖一块布，你看不到坑洞了，以为路平了，但机车骑过去还是会受损。药物能暂时止痛，却没办法处理底层的发炎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让膝盖真的不痛，我们必须从内部开始，把发炎的火给熄灭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，如何利用大自然的礼物天然果钳来进行身体的内部修复。第1种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台湾家家户户厨房里几乎都有的东西——红枣钳。大家平常可能只是把它拿来泡茶或是炖补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这颗小小的红枣对保护关节有非常神奇的效果。红枣钳里面含有大量的多酚类物质，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，能直接帮助我们对抗身体里的发炎因子。更重要的是，红枣含有丰富的镁，镁对于我们中高龄朋友来说太重要了，它能帮助关节周围的肌肉放松。很多时候，你觉得膝盖痛，其实是因为周边的肌肉太过紧绷。Magnesium 刚好就是天然的松弛剂。如果你坚持正确食用，你会发现早上起床时，手指关节不再那么僵硬，下床走第一步的时候，那种刺痛感也会减轻很多。那么
要怎么吃才最有效呢？我的建议是每天2到3颗就足够了，最好是在早上或下午茶时间食用。你可以学我们老一辈的做法，把红枣切开泡成热热的红枣茶，或者早上煮燕麦粥的时候丢2颗进去，增加甜味，这样你就不需要额外加糖，还能摄取到丰富的纤维。但这个里要特别提醒，因为红枣钳虽然好，但它的含糖量也不低。如果你本身有糖尿病的问题，一定要控制量，或者先咨询医师。还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秘密，有些人觉得红枣补血就一天吃10几颗，其实这完全是错的。如果你一天吃超过5颗，摄取的糖分过高，反而会诱发体内的发炎反应，让关节痛得更厉害。这就是所谓的物极必反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适量才是最好的药。在诊间，我常听病友分享他们的养生经，但我发现大家对吃果钳有3个很严重的误区。第一，很多人觉得既然是天然钳造的，应该很健康，多吃一点没关系。这其实是最大的陷阱。果钳脱水后，热量与糖分是高度浓缩的，千万不能把它当成零食，这样大把大把地抓来吃。第二是食用的时间点，我遇过很多阿公阿嬷喜欢在晚上看电视、追剧的时候吃果钳，结果摄取了过多糖分，导致血糖升高，影响了睡眠品质。你要知道，身体修复关节发炎最重要的时间就是睡眠时。如果你睡不好，发炎就会加剧，结果隔天起床关节更痛。第三是吃的方法太单一，很多人就只是单吃果钳，这样血糖升得很快。其实果钳应该要搭配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或好油脂，譬如配一点无糖豆浆，这样才能延缓血糖上升。其实这不是大家的错，因为过去没人教过我们这些细节。今天听我说完，大家调整过来就好。接下来这一个严格来说它是坚果类，但在我们营养学的果钳分类里，它绝对是关节的守护神，那就是核桃。如果你问我哪一种食物对保护关节软骨最有帮助，我一定会先推荐核桃。核桃之所以这么强大，是因为它富含植物性的 Omega-3 脂肪酸，也就是 ALA。这种脂肪酸进入身体后，会转换成能对抗发炎的物质，就像是帮你的关节图上了一层高级的润滑油。我们的关节软骨随着年纪会磨损，而核桃里的营养素刚好能提供修复软骨所需的基础环境，减缓磨损的速度。我的专业建议量是每天7个半颗，请大家记住，是7个半片，不是7大颗哦。你可以把它捏碎，加进无糖的豆浆里一起喝，或者是拌在绿色蔬菜沙拉里面吃。核桃的油脂能帮助蔬菜里的脂溶性维生素吸收，这是一举两得的做法。这显里要给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，去迪化街或超市买核桃时，千万绝对不要买那种盐酥或是蜜汁口味的，那些多余的盐分跟糖会直接抵消掉核桃的抗炎好处。另外，很多人问我吃多久才有效？关节的修复是长跑，不是短跑。根据我的观察，很多病友在维持正确吃法3个月后，才会明显感觉到关节的灵活度有提升，健康美有捷径，只有持之以恒。想象一下，每天吃一点核桃，就是在为你的关节银行存入修复基金，3个月后，你就会感谢现在的自己。说到这，我想起一个在台中看诊的病人，我们叫她林阿姨吧。林阿姨今年67岁，是一位退休老师。
他来找我的时候，双手关节肿得像面包一样，膝盖也变形了。他那时候跟我抱怨说，他每天要吃4颗止痛药才能下楼买菜，这让他非常忧郁，觉得自己老了，没用了。我当时告诉他，药要吃，但饮食一定要改。我建议他减少精致淀粉，并每天摄取。我今天分享的这些抗炎食物，林阿姨很听话，她每天真的就只吃几颗核桃跟红枣，并且搭配适当的伸展。3个月后，她回诊时脸上有了笑容。她告诉我，虽然关节变形是不可能逆转的，那是岁月的痕迹，但现在她已经不需要每天吃止痛药了。更让她开心的是，她现在傍晚可以跟邻居去附近的公园散散步、聊聊天，不用再整天窝在家里担心脚痛。林阿姨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追求的不是像年轻人那样痊愈，而是透过简单的饮食调整，找回生活的品质与尊严。只要你愿意开始，永远都不嫌晚。第3种要介绍的是很多年轻人拿来解决排便问题，但对我们银发族来说却是护骨神物的西梅钱、黑枣钱。很多人以为它只是纤维多，其实西梅钱含有极高浓度的酚类化合物 phenolic compounds， 这些物质在减缓骨质流失方面有非常强的科学实证。你知道吗？关节跟骨头是生命共同体，如果你的骨质疏松，支撑关节的力量就会减弱，磨损就会加剧。西梅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， 这是骨骼代谢不可或缺的营养素。更有趣的是，近年的研究发现，肠道健康与关节发炎有密切关系。西梅钱能优化你的肠道菌，从当肠道不发炎，全身的发炎水平也会跟着下降，你的关节自然就轻松了。建议量是每天3到4颗。不过我要给一个非常专业的警告，如果你目前因为心血管疾病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，如 warfarin， 请勿必先询问你的主治医师。因为西梅钱丰富的维生素 K 可能会影响药效。怎么吃最好呢？我推荐大家把西梅钱切碎，加进无糖优格里面。优格提供钙质，西梅钱提供维生素 K 和纤维，这简直是保护骨骼与关节的最强组合。或者你也可以在早上做绿色果昔的时候丢几颗进去。记住，西梅钱本身就有甜味，不需要再额外加蜂蜜或糖，这种简单的习惯就能让你的骨骼更有支撑力，关节也就不再孤军奋战。接着要聊聊第4种，这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天然药桂。樱桃钱为什么？我前面说它强得像药，因为樱桃里面含有一种强大的花青素 Anthocybers。在医学上有一种药理路径叫做 CX2， 很多强效止痛药就是针对这个路径来运作的。而科学研究发现，樱桃里的天然成分竟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抑制这个路径，达到降低发炎和舒缓疼痛的效果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运动员在激烈比赛后会喝樱桃汁来恢复。对于我们关节长期慢性发炎的朋友，樱桃钱就像是身体里的天然消防员。但是樱桃钱的糖分在所有果钱中算高的，所以量一定要精准。我的建议是每天大约1/4杯，约30到40克就好。而且在挑选时一定要翻到背面看成分表。台湾市面上很多樱桃钱为了口感会添加大量的砂糖或人工色素，那总吃多了反而会造成负担。我们要的是那种天然前皂，
不额外添加糖的品种。虽然吃起来可能比较酸，但那才是真正有药效价值的营养。请记住，我们是在吃健康，不是在吃零嘴。最后一种，我要隆重介绍无花果钱。这在欧洲被称为生命之果，在我们台湾也越来越受欢迎。无花果钱对关节的贡献在于它那惊人的矿物质组合，钙与硼铂卵。钙质大家都知道是保护骨头的，但硼这个微量元素很多人都忽略了。硼能帮助身体更好地吸收钙与镁，并调节体内的激素，这对于预防关节退化有显著的帮助。当你的骨骼强壮了，关节受到的挤压就会减少，磨损自然就变慢了。建议量是每天2到3颗。我最推荐的吃法是姜无花果、钱跟几颗杏仁一起吃。杏仁的优质油脂能帮助无花果中的营养更好地被肠道吸收。当你咬开无花果，里面那些小种子还能提供额外的纤维，帮助清理肠胃。我想告诉大家，这些果前并不是什么神奇的仙丹，吃一颗病就会好。它们的力量来自于习惯。如果你能每天规律地适量地摄取这些大自然的礼物，取代掉那些加工的饼、钱、糖果，你的身体一定会给你回报。这是一种生活态度的改变。想象一下，林阿姨现在能在公园散步，不是因为她吃了什么神药，而是因为她决定每天为自己的健康做一点正确的小事。这就是健康的真谛，不是追求奇迹，而是建立正确的习惯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了5种保护关节的果钱：红枣钱、核桃西梅钱、樱桃钱以及无花果钱。请记住最重要的原则：适量无糖，持之以恒。我想听听你们的故事，你今年几岁了？身体哪一个关节让你最困扰？或者是今天介绍的这5种果钱，哪一种是你最想尝试的？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我也会尽量回复大家的疑问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大方的分享给你的老同学、老邻居，或许你的一个分享就能帮他们少吃一颗止痛药，找回走路的快乐。在下一支影片中，我将分享3个每晚睡前的小习惯，能帮你保护关节，让你隔天起床不再卡卡。我是你们的朋友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祝大家身体安康，步履轻盈。